新闻一开始来看，气象局伫今仔透早5点半解除海葵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，早起8点半嘛解除海上警报。海葵风台登陆中国，嘛已经减弱做热带性的低气压。也毋过哦，风台外围环流嘛是个继续影响台湾的北部甲中部。目前伫菲律宾东北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上紧哦，今仔日发展做今年的第13号风台环绕。目前看起来会行向日本。 应该袂影响到台湾。风台海葵已经走啊，气象局拜二透早8点半已经解除风台警报，但是气象局嘛提醒讲，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会带水汽入来，未来这几日天气真无稳定。 到了今天中午过后，在午后热力作用的加强之下，也会有非常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出现，尤其是中部跟北部，我们不排除在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，甚至是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哦。另外，在西南部沿海的浪今天还是比较高的，我们在西南部沿海的浮标还是有侦测到2米左右的浪高。 另外，气象专家嘛表示，目前海面上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上紧伫拜二下晡会变做轻度风台鸳鸯，但是照目前的路线来看，会往北行向日本，对台湾未造成影响。最近风台一个接一个来，专家表示，到10月底之前，台湾附近拢也有低气压的发展，风台的季节也未结束。 咱的这个菲律宾这附近的这个环境吼，伊是这个低气压发展是较明显一线吼，所以伊这低气压若条件较好吼，啊伊就会变风台啦吼，所以咱吼即马看起来就是讲，咱9月份吼，未来一个月吼，同款阁有机会有一寡低气压发展，啊一般咱这个风台的季节就是到10月了后才会结束。 专家嘛提醒讲，未来这几日中南部的天气无稳定，民众要出门都要加注意。也若后礼拜开始会豆豆透北风，中部以北温度嘛会略降低。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。